Hello 姐姐，你好啊！你好，姐姐聽唔聽到啊？你好，你叫咩名啊我叫 Sally， ？Sally，你好，你今年幾多歲啊我36歲。？36 ，OK。你有冇結婚啊？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。未結婚，哦。咁你咧喺香港做咗幾耐㗎啦？ 9年2個月。哦，9年幾啊？哦，咁你之前咧係咪多數都係照顧老人家啊？係啊，照顧老人家。有冇照顧過公公或者照顧過婆婆啊嗰啲㗎？公公有喺沙邊2年，照顧婆婆喺黃文邊2年，照顧婆婆喺貴昌4年，跟住依家咧照顧婆婆坐啦，係啊，不晒。哦，咁你咧照顧公公婆婆咧，有冇試過幫佢哋咧可能換尿片啊、沖涼啊嗰啲㗎？都有嘅。有幫換尿片，有幫沖涼，有幫老人家嗰啲去輪椅、去復康、去公園運動、去中山咁樣。哦，即係陪老人家去公園啊，或者去嗰個散步啊，即係嗰啲去中心啊嗰啲都有嘅。有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咁啊，姐姐，如果我有一份工咧，就照顧屋企咧，就一個婆婆一個人住嘅，住喺土瓜灣嗰邊。咁咧就婆婆咧就另外即係自己一個人啦，你要幫佢做家務啊、清潔啊、打掃啊。婆婆自己都健康嘅，不過咧就有個公公咧就係住喺老人院㗎。咁你咧就有時要陪婆婆一齊去老人院探公公，咁要幫手可能嘅俾餵公公食嘢啦，或者幫佢照顧下佢啦咁樣啦，可能幫佢抹身啊咁樣啦，有機會都需要咁樣做嘅，你可唔可以啊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咁嗱婆婆咧就有時去街市買餸，你就陪佢一齊去咯，幫佢拎嘢咯，咁樣咯，得唔得啊？可以，得。得啊。咁我好中意照顧老人家，係啊。哦，你中意照顧老人家，咁非常好啦。咁姐姐啊，同埋咧照顧老人家咧，你知啦，有時都係可能要醫院覆診啊，陪佢去幫佢按摩啊嗰啲，係咪都識㗎？會講我正中意按摩老人家，我會幫佢，因為每一個老人家按摩唔同啊，要中意咁樣啊，係中意咁樣唔得咁樣啊，係咁樣。哦，即係總之你會跟住睇老人家佢需要點樣按摩，你就幫手幫佢按摩啦咁樣。係啊，啲老人家話中意點按摩，我幫佢，係啊嗰個。好，明白。咁煮餸嗰啲係咪你都識煮餸中國餸啊、煲湯啊嗰啲識唔識啊？老人家煮餸好簡單啊，嗰個係啊。食嗰啲係啊，老人家食嘅比較簡單咯，但係蒸魚啊、蒸雞嗰啲你都冇問題啊。中意點煮俾我家，下次我自己做，識得老人家咁樣。哦，好。另外咧，姐姐你今次咧攞咗 visa 之後咧，係唔使翻印尼噶嘛？係咪？係。唔翻印尼啊？咁嗱，另外咧就放假咧就有時唔放假，老闆俾錢你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我中意將嘢換錢。如果有時我想放假，如果真我想放假1個月2次咁樣。哦，你中意1個月放1次假就夠㗎啦，就其他唔放假就老闆俾錢你。係啊，請幫我要出嘢換錢啊，哥哥，唔該晒。好啊，咁我同老闆講下啦，我晏少少再覆你啊，唔該晒你。唔該晒，好，拜拜。另外仲有一個問題，姐姐，你同婆婆同一間房得唔得啊？一個房同婆婆，係啊，喺隔離咁樣床係咪？係啊，2張床咁樣咯。OK 啦。係啊，有一間房，因為婆婆屋企咧即係比較細啊，咁你就同婆婆一間房，但係2張床啊，或者有時係上下架床咁樣咯。
即係唔係同 hello， 即係唔係同婆婆瞓同一張床嘅，即係分開嘅，上下格或者兩張床。係啊，坐邊張右邊咁樣係咪？係冇錯啊。OK 啦， OK 啊，好啊，咁唔該晒你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